开吃，吃皮菜，天实在热发过，发呆了杯子里在，3道一只碗，生3节子。新式武器还不还，一吃子了再些，侪是今朝个鱼粉香。另外，一只侪是刚才弹出来个锅，侪是只锅子3道底，个泥巴切来，轻也轻不下去。我讲你儿子自个，来这有吃岁闲话都在，不吃来这人蛮正常。怕人讲的，我讲的，还是不晓得呢啊。君读囡啊结婚了？不晓得。人家要读大学嘞。那么是随队，女个读到结婚嘛也随队啊。难道侬个鱼贩子个孙子啊？不，人家一听不爱不吃。有的吃谁吃，没吃谁捞的。那个鱼包了旁边啊，反正侪不来来去去。啥听不里去呢？哎，一听不里去，一听不里，你再心痛。是吧？搿台猪我帮你讲，我一个人还吃5年，你猪我认得啥样子呢？让我去认得人呢，不对。啥样子60几岁了？说70也不眼。你拍个照片侪是开蛮眼个，你也晓得。你再到你门口那你要好。那么我心目中女人也可是了，这个不搭好。但是我讲面貌是一比。面貌有什么伊不搭好的？有啥样子多热啊？是个。衣服黑啊，容易。我到这样子比我也不难看呀。我也不难看了。啊，我难看噶，我其实我比难看个讲，我哪不晓得讲啊。过了你漂亮不漂亮是少年评论。我也难看啊。我哪难看呢？我难看只为少年漂亮。更难看。只不过是到这个丑事来娘，你还有丑事伐？你自家看也有了。我想啥事没。哎，这还有一个姓王啊的。胖个人只随便啥地方侪是简单。人个部队来蛮欢喜个。哎，你说啥意思呢？说明我漂亮了，对来我看，对了，那么事实上是漂亮的，侪是缺乏牙齿而已。对了，人家看中个侪像马云搿啦难看个，这是难有同理个。我来了马云啦，我是肯定没同理个对。呀，难道你哪点自知之明都有个呢哈？那么我长得比你漂亮呀。搿子一个礼拜，一旦欢乐西江来着。今朝比上个礼拜还要热，现在热过去吃饭，侪是不晓得单过饭饭店也开了哇，一点点动静也没，一定就一场盖，再过去不开市，有往日装啥菜？那阿仔呀，你为了圆圆嘞，上个礼拜已经热了分钟，今朝为止吃夜饭。哎呀，看见汽车，再看见西房子，远看天国房子，近看是一只树。那个人是来来谁孩子？一脱了点没其他地方还吃了，泥巴里原来门来一打开。哎，我要等坐嘞，搿是不来个哇？包开来来不及，这还灰溜溜个原路返回，肚皮我子搿顶钱一看一干，三个马天大里了。你搿楼下头没吃个点1磅里去，一到伊寻个吃个点么1万也没拨，一本正经来吃3皇娘么，铁将军八门。哎哟，为啥嗨？隔壁有杯面馆个，我有黄焖鸡来吃卤个。哈哈哈哈！有一场那有来不？干叫一个面。我为了想我女的不吃一吃来不，你神奇快点，我还不能吃女肉嘞。还可以加个点面。可以的，你得了，都打子。是的呀，让你提前适应咬那个环境。那我来做啊。连奔到底不亏样的，我寻日就去补空的。哎，你看我有点水皮包浪向汗了过来了，到这一个水台。对呀。那哈，我的处女座。灵感，这个灵感。灵感哎，你这我中午还去过。